長實就1113嘅，問下咩位沽啊，林 Sir？成個長江係都係上升，因為佢咧就係賣出咗咧呢一個英國嗰個電網，而英國嘅電網之中嚟講咧，對於佢咧嗰個資金咧總共係百幾億英鎊。咁雖然佢唔係話佔晒100%，因為佢有3間公司都佔咗佢嘅，分別係電能實業咧、長江基電咧同埋1113嘅個股份嘅 percentage 咧就分別咧頭先所講嘅咧就係40%、40%同埋20%嘅。咁所以咧佢嘅未來咧咁啊非常之多嘅現金，咁啊最好我哋做咩啊？梗係我哋做收購啦。咁你諗一諗啦，第一佢嘅債務極之低，現金就大量。記住啊，仲有一樣嘢啊，個 P book 0.43倍㗎咋。咁所以嗱，佢嘅 P book 咁低，大量嘅現金，爭債又少，未來係咪有大把嘅收購機會啊？咁所以呢隻股份嚟講咧，未來咧都係會有機會更上一層樓嘅。咁但係由於係琴日公布咗咧，佢係沽售咗英國呢方面嘅電網，咁所以咧呢個消息咧係令到佢升穿咗保利加通道頂線，升穿咗頂線，大約都係48.2左緊嘅啫。咁未來嚟講，股價有機會係繼續上升嘅，因為今次係一個基本因素嘅改善，唔係純粹一個技術因素。如果技術因素嚟講咧，你升穿咗頂線咧，通常咧你都唔使問阿貴啦，立即走噶啦。咁但係而家嗰個基本嘅因素改善咗啊嘛，咁所以咧佢有機會沿住保利加通道頂線咧，慢慢繼續向上挑戰高位嘅。